台湾性教育学会和国教行动联名调查家长对学校性教育内容的看法。家长认为讲，针对身体界线、自我保护等等，应该爱比联合国的建议年会搁较早就开始来教，为国小就来教。若性的吸引力、性的感受，应该爱等到上国中才来教。 台湾需要什么款的性教育？台湾性教育协会甲国教院合作，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018年公布的全面性教育的其中3项核心概念来设计文卷，隆重收集到来自中小学家长的1203份有效的文卷。这3个核心概念中的一个性教育主题，有60%以上的内容都应该是在国中阶段才开始教。 家长重视性教育的议题，认为适合伫咧学校教。不过，针对身体界线、自我保护等等，认为应该爱比联合国建议的年龄较早教，伫咧小学就爱教。也若正确避免有新的措施嘛，应该爱比联合国建议的高中更较早，伫咧国中就爱教。 学生的性行为的年龄有下降，那所造成的病跟孕的问题值得关注。因此，我们专业也在考虑要在国中在课纲写得更清楚。另外，性的吸引力甲性的感受，应该爱比联合国建议的国小更较慢，爱国中才来教。不过，针对性快乐的迷思，也有降低性活动了后的风险，较适合伫咧高中级才来讲。 小朋友好好的去学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，而不是我们现在用国外很多的东西来，但是又不符合本土的需求的情形之下，可能乱教。好，那这时候就引起家长非常多的恐慌。两个团体强调，联合国的全面性教育公约提供给各国来参考。不过，台湾的性教育唔免全部接受，是需要按照国内情形去调整。除了这项的研究，会继续对师生甲家长来进行调查，嘛会建立更加符合台湾本土需求的性教育内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